這個開發區總面積大概有4公頃。那麼重劃之後呢，我們可以取得2.6公頃的住宅區跟醫療專用區的可建築用地。那另外還有1.4公頃呢，就是我們的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兼滯洪池、廣場、停車場，還有道路用地。這個工區在開發前，它原本都是雜木，還有荒廢的土地，還有奇美醫院既有的一個停車場。那土地呈現一個低度利用。那麼在我們經過市地重劃的一個工程的整治之後呢，我們解決了地下廢棄物的問題。那同時呢，在重劃的施工期間，也確保醫院的停車需求不能中斷。那另外呢，為了避免打擾醫院病患的休息，我們也跟奇美醫院密切的合作，協調工序，把這個噪音跟揚塵還有停車的困擾降到最低。那麼施工完成之後呢，我們這個公園兼滯洪池可以解決當地淹水的問題，可以有3400多立方的一個蓄水量。那另外公園用地呢，也留下一塊這個活動中心的預定地，讓永康區公所來建設里的活動中心。那全區呢也移植了53棵區內的一個喬木確保這邊的樹木呢可以符合永續的存在。完成之後呢，我們希望造成多贏的局面，也就是說醫院可以有更好的醫療專區來照顧病患跟家屬。那麼當地的社區也有休憩的公園跟活動中心的使用，還有呢整個的地區也排除了低度利用，讓這個地區的發展更加的繁榮。很高興經過14年的期待與努力，在市政府的支持底下，我們六甲頂醫療園區終於完工，再來會進行配地的程序。那麼我們取得土地以後，我們要興建新的醫療大樓，讓我們奇美醫學中心在永康、在台南提供的醫療能夠更上層樓。那麼我們這一次醫療專業區總共取得12500平方米的面積，預計可以蓋的建築面積有7萬平方米。相信取得這樣子的一個土地，那我們會來進行醫療更上層樓、舊大樓的翻新以及新功能的引進。感謝市政府的協助，那我們也期待有這個新的土地以後，改善民眾停車的狀況。時間的進程哦，本是基比的90%的這個停車場在這裡。時間內底吼，時間單位吼做得非常的好吼，但這個阮停車位用法非常的好哦。上較讚的就是講吼，阮只有去這個公內底有樓底活動中心，阮家庭裡面上較大期待就是講，阮有這個所在當去活動中心，這是阮裡面上大的福氣啊！會當二樓一定有一個活動中心起好，就是佫再較更加健全、更加好。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的這個土地市地重劃哈，總共高達4公頃多。那雖然面積不是很大啊，金額牽涉到1億多，但是因為由於它是在現在正在運作的醫療園區裡面，所以說等於是穿了西裝改西裝，對於民眾以及醫療品質，還有周邊的交通的衝擊要降到最低，所以工程期間難免會有點長。但是呢，終究這個好事多磨，終於磨成繡花針了哈，可以讓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可以完工，所有台南市民獲得了一座公園，獲得一個活動中心，獲得的道路用地，然後那個醫療集團他也獲得他想要用的醫療用地，因此呢，可以說是創造多贏的局面。將來呢，我們會盡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把多功能的活動中心動工，在明年希望上半年就能動工，能夠讓周邊的民眾有更好的活動空間。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1月16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電台南區營業處上午舉行新卸任處長交接典禮，原北區副處長廖學智正式宣誓就任。各界貴賓攏到場觀禮。新任處長廖學智表示，除了會持續穩定台南的供電、成為經濟後盾以外，嘛會祭出丹納斯洪台架勢。
加強人力調度甲防災應變。在台電公司專做黃明宏的感告，台南區營業處新任處長廖學弟對黃明順處長接下印信並宣誓就任，持續為台南穩定的供電加協助綠電盡一份心力。不管對產業的發展也好，跟市政府的配合穩定供電，我們希望廖處長要做的比方說更好。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對外關係合作一定要好所以也跟公會這邊一樣，大家互相合作。大家互相合作怎麼樣去讓台電的這個招牌更響亮針對那個電網強韌的部分，我一定會延續之前處長延續下來的繼續再加強。那光電的部分，因為我們持續都在做這一部分我們一直配合政策針對綠電的部分就是說有一些我們公司有一些該加強的部分，我們會持續來一直努力來加強。電力會中，台南市財稅局長李建賢嘛到場感謝台電佇電力開發、供應民生用電以及配合市府活動甲政策的重大貢獻，特別佇台南市風台期間無眠無日全力搶修的心得。去年丹納斯颱風這樣子的一個這麼重大的災害裡面，對我們台南市政府這樣子的照顧，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動員那麼多的人力資源，讓我們台南市民的生活能夠恢復到這個正常的一個生活狀態，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感謝。因為之前丹納斯颱風其實對嘉義、台南地區就是說那個影響很大，到電桿倒斷了大概有3000多隻這一部分，其實我們這一部分行政院也有一些特別條例。那針對這一部分，因為我們真的會調度一些人力針對這一部分來做加強。針對有一些防災的部分，我們會持續努力來做。會中為了感謝黃明順處長3冬外來努力，包括台灣區電氣工田工會以及台灣電力工會攏獻上紀念品。而台南區營業處也針對於調任鳳山區各項祝賀滿滿。處長一棒接一棒，佇這些民代貴賓的管理見證，擁有豐富資歷的廖學弟將全力團隊再創佳績，成為台南經濟發展的重要後盾。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安平區石門國小舉辦2026台南市義長杯甲第14屆安平媽祖杯5人制骹球賽。16號佇安平開台天後宮廟埕，由安平媽主持開球儀式，並且4號旗開得勝，馬告成功。請踢球。加卡球踢予學生，閣由學生踢到球門，代表世代傳承。2026台南市義長杯甲第14屆安平媽祖杯5人制骹球賽當中，先佇咧安平開台天後宮廟埕，請安平媽開球。藉由大家從小的一個練習希望說大家都能夠成為非常優秀的國手以後能夠為國爭光那也希望說大家能夠盡心好好的努力去比賽把我們第一名當作是我們目標那至於成績怎麼樣那就是大家的團結一個力量安平開台天後宮文化基金會長期推展5人制骹球賽，今年雖然拄到廟體重修當中，也閣對着安平區各項有意義的活動運動等等，有緣有經費贊助。14年都是水中游泳來舉辦，當然是培養出很多的一個國手，很多的一個足球的愛好者，這是我們媽祖想開的一個案子。這個比賽在全台南市唯一有人工草皮骹球場的石門國小舉辦，透過骹球運動，希望自細漢提高運動技能，在比賽當中學習團隊合作，會當替國家培育優秀的骹球選手。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前一陣仔成方便烏龍旗被壓斷，五營也被搗亂，想袂到位佇安平的威鎮堂也發生同款的代志。警方透過監視器來比對，發現竟然是同一個人所做的，馬上抓到人移送法辦。廟方嘛特別佇臉書打文，呼籲各宮廟愛特別注意，以免受害。另外，民俗專家也指出，這名男子的行為對神明相當的不敬。
安平威定堂出現一名男子，先是坐伫咧孤營邊啊，甲維護的竹仔一支一支抽出來破壞。過無偌久，閣行到烏靈旗頭前，提出來搭開始燒，想要甲旗仔一斷一無斷，變成去燒綠樹頂。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精神上有問題，或是怎樣？他就是拿那個五營的那個竹子，一直敲我們廟前的那個石獅啊，一些廟前的石獅，然後一直狂打他，然後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代誌發生伫14號一透早，廟方看到監視器了後，相當生氣，因為烏靈旗頂懸的八卦圖案直接互燒一個空，好好的孤營互弄甲亂糟糟，決定報警處理，嘛呼籲各宮廟愛特別注意，避免造成災害。不管是女對有什麼仇恨啊什麼，應該也不對於有神明或者一些不敬的動作這樣子。迅速鎖定涉案之許姓犯嫌，並於當日晚間通知到案說明。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險罪，函送台南地檢署偵辦。道教當中，孤營有分東南西北，代表神明的兵馬。民俗專家認為，這名男子的行為是伫咧侮辱神明，一定會有報應。無代無志去破壞這五營旗，一定念會出代志。況且，好是這個人是已經精神分裂。這個五營的軍將士會甲你吹，會甲你討報。前一陣仔北區關聖皇廟嘛發生同款的代志，毋那孤營互搗亂，烏靈旗同款互折斷，也閣摕到大旗香拍有龍頭的所在。警方通過監視器比對，確定是同一個人所為。台南新聞社懷採報道。台南市主審會會長周進發多年來投入社會公益。這回在議員林美燕的牽線之下，選在過年前捐贈250箱的蘋果，要來為了第6分局第一線辛苦的環境，感謝因守護市民，成為交通治安的堅強後盾。在第6分局門口堆滿水果禮盒，敢若一面牆，相當壯觀。這攏是台南市競友會辦事處副主任，嘛是台南市主審會長周進發要來慰勞環境的蘋果。14號下晡，由分局長劉傳福代表接下會長愛心，希望第一線執勤的環境，不管交通疏導，或者是治安維護，攏平平安安。同時，議員林美燕甲服務團隊嘛致敬加彩金，表明溫馨。副主任花哥，他同時也是台南慈善會的會長，為了要慰勞慰勉同仁過年沒有辦法休息，所以特別用他自己的資金，還要感謝義作幫我們牽線，有去年這個捐贈蘋果的儀式。哦，可見我們平常在治安工作、交通工作上面的努力跟付出，還是有善心人士發現，而且化作具體行動來給我們鼓勵。長期以來，守護咱地方的安全，服務人民，唔驚辛苦。在這個新春佳節來臨，我特送上蘋果，蘋果代表平安。我希望咱各位同仁在行勤務的時陣，會當平平安安。感謝你們的付出，也能夠感受到你們真的非常的就是用心吶哈，所以期待我們守護神每一個都是健康的，我們的守護神你們是強壯的，唯有你們是強壯的，你們是健康的，台南市才能更加的安全。當年參與社會公益的周進發，不管是競友會，或者是市長、董事長的身份，這回的議員林美燕甲服務團隊發言人也寒暄的看線，伊將蘋果送到6分局每一位環境手中，用實際行動來感謝環境，成為台南市治安的堅強後盾。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力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擴大南科周邊的觀光市場，帶動地方的產業，
市府觀光旅遊局甲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共同合辦音樂節活動，1月24號將佇南科銀禧湖盛大舉行，歡迎民眾規家伙仔做伙來體驗在地產業音樂節。流利也可以哦。伫個天馬戲劇團歡樂的小丑秀趣味的表演，2026南科銀禧音樂節的活動，將要伫個1月24日熱來登場。由着市府觀光旅遊局甲着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共同合辦，對2024年台灣燈會主燈刷到南科銀禧湖的活動，吸引上萬人的參觀。今年再度舉辦音樂節，結合銀禧湖的優美自然環境，規劃歷史的親子活動，甲暗時的音樂演唱會，歡迎民眾親子做伙來體驗。不僅有科技，有文化，那現在觀旅局又把一些藝術音樂把它帶進去，所以銀禧音樂節，其實剛剛的報告內容裡面，你就發現說1月24號。從下晡3點一直到暗時9點，哇！下午的時候有很多的親子的活動，有這些氣墊，小孩子最喜歡的，歡迎家長把孩子帶去那邊放電一下，晚上他就很好睡覺了哈。晚上的時候其實有剛剛介紹的非常多的獨立樂團也好，或是大家喜歡的歌手，消防局啦、李千娜等等，所以涵蓋的曲風從抒情、搖滾到電音。符合每一個世代大家喜歡的音樂曲風。銀禧湖啊，其實南科很多人下來，然後就說哦，不曉得那個這麼漂亮哈，有國際級的景觀。那我們每年都有國內外的訪客會來南科，那這是一個很好的環境。我們園區沒有做圍牆嘛哈，然後所以很歡迎大家。我們有6個湖。這6個湖大概有66公頃。那剛剛說周邊有景點嘛，那也謝謝市政府哈，在我們那裡面弄了很多 U-bike 啊就騎着 U-bike 應該可以串聯這些景點。活動當中除了音樂、親子甲着燈光秀，另外還有40擔的在地特色市集甲着餐車的美食，要讓民眾對歷史到暗暝一概的滿足。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一寡行動不便的老大人甲長照機構的長輩，需要急症醫療的是愈來愈多。所以健保署為2024年7月開始推動在厝急症照護試辦計劃，由跨專業的醫療團隊進入去病人的厝內，提供代替住院的治療服務。帶大家做伙來了解。成大病院在急症照護團隊是由着醫師、護理師甲着藥師共同組成，主要收治包括肺炎、鼻兒道感染等。病人伫個經過醫師甲着護理師的評估，生命正常穩定、符合收案的條件，就用個佇厝來接受完整的照護。而藥師的部分，主要負責劑量的審核、藥品適當性。是不是重複用藥等檢視？這個照護的話，就是由藥師去把藥品跟團隊一起到病人家裡面去做一個照護，那把藥品帶到病人家中，然後施打抗生素。那有收納就是像肺炎、泌尿道感染以及軟組織炎的感染症這樣子。那藥師的部分的話，就是除了幫醫師這邊把藥送過去之外呢，還是有幫忙做一個劑量的審核。好，另外就是藥品的適當性，以及說病人在家裡面服用長期的藥物的話，幫他做一些檢視，那有沒有重複用藥的情形啊，或者是不適當用藥，或者是給藥不恰當的一些情形，可以幫忙做一些審視這樣子。藥師在實際進入病人的厝內。除了會用搭建照護現場，甲着病人家屬的需求，嘛會用提供正確的衛教，減輕病人家屬照顧的負擔。互居家照護藥師不只是藥品的提供者，而是陪伴病人甲着家屬做伙完成居家治療重要的一環。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
為了讓民眾輕鬆準備春節圍爐，連鎖量販店搶先布局年菜市場，特別舉辦年菜發表的活動，現場有上百道的年菜做伙擺出來，氣勢就好親像是滿漢全席，而且不只是會當試食，閣推出真濟預購優惠，讓年節大餐提早就位。櫻花蝦米糕、牛小排、鮮蝦粉絲煲，還有佛跳牆、燉雞湯，飯後還要來一個甜品水果，各式各樣年菜琳琅滿目，從經典秋樓菜到澎湃海陸，通通都有，上百道宛如滿漢全席。連鎖量販店年菜發表，今年最大亮點就是主打米其林與必比登評鑑餐館的招牌名菜，星級名店一次集結，數量更是近年來最多，不必排隊訂位，在家簡單復熱就能端出名店水準。那今年呢，我們是創了通路之舉哦，我們在12月就開始預購，推出了超過200多道的這個年菜。那它包含了不僅是有這個米其林、必比登等級的名店，還有很多名家的餐館，甚至地方的名店呢，也都在我們這個販售的這個品項當中哦。那除了這些冷凍室需要復熱的年菜之外呢，我們也推出了相當多高檔的食材，因為過年總是要吃得澎湃哦，所以包含就是說一些海鮮食材啦，像大家很喜歡的帝王蟹，然後龍蝦，甚至大明蝦呢，在過去這幾年的這個銷售業績呢，每年也都有超過這個雙位數的一個成長。台菜名廚郭宏徹師傅也現身分享料理訣竅，提醒民眾冷凍年菜要慢慢退冰再加熱，才能保留食材口感與風味。他也建議年菜可依家庭人口與喜好單點搭配，少量多樣更符合現代家庭需求。我是建議各位民眾，如果把這個冷凍的不管是肉品或是海鮮的這些年菜帶回去，你看它的情況，如果它體積比較大一點，我是建議前2天放下來冷藏，或許放在這種天氣這麼冷，放在水槽裡面，不要拆開來，讓它先回冰。那有的東西，比如說有海鮮類這些東西，可以放冷藏1天，然後再來做加熱，因為盡可能讓它退冰退得比較完整的話，它加熱的時間變短，它就不會把我們本身的食材跟風味把它破壞掉。需要注意的事項，其實像這種東西，我是建議說，我們不要把它整包放在那個電鍋裡面蒸，把它拆出來，用我們家裡的容器，不然用湯碗啊，用瓷盤啊，那封上保鮮膜，這樣來蒸，這樣子，我是覺得整個出來就像我們自己在鍋裡面自己烹調出來的菜品一樣。年菜市場也吹起 IP 聯名風潮，年菜業者推出超吸睛的寶可夢佛跳牆，主打小家庭分量，讓圍爐餐桌多了驚喜與話題。今年的話，特別推出了2款，一款是皮卡丘跟伊布的款式，另外一款是精靈球。對，那精靈球的話，它有分成上下蓋，就跟你寶可夢球一樣，可以掀開來。對，那裡面的話就是搭配我們每一年經典的佛跳牆，我們嚴選的原料的食材，還有天然調味。分量的話，其實也是適合就是我們小家庭的3到4人的分量。其實除了過年好吃以外，其實也具有收藏的價值。業者觀察長假加圍爐需求，年菜市場規模持續成長，連鎖量販店整合實體與線上通路，提前開賣，選擇更多，從星級名店到創意聯名，一次滿足，也讓民眾過年不必忙翻天，輕鬆就能吃得美味又澎湃。記者李希慧台北報道。號稱全台上歹訂的食個飽3號店，佇個桃園正式插旗，將原有的品牌店面重新改裝升級，完整規劃了9座島台，帶予大家全方位的品味旅程。對着鏡頭，咱做伙來看賣。一開店就大排長龍，都是等不及要享用美味的饕客們。號稱全台最難訂的吃到飽3號店在桃園正式插旗，將原有的品牌店面重新改裝升級，裝潢風格用明亮溫暖的金黃色為主色調，完整規劃沁鮮盛碩即包善制冰9座島台，為消費者獻上視覺與味覺的雙重極致饗宴。這次我們有引進沙公，野生的沙公，還有智利的紅蟹腳，那包括炸的，我們也有八寶丸跟那個花枝丸這些，然後中式有帆立貝，本來有干貝，我們又增加帆立貝，那帆立貝
我們就用全熟，因為有的人不敢吃3、4分熟，因為干貝都是3、4分熟。那我們凡立貝把它用全熟，加一些醬汁，還有一些魚子醬，它也是跟干貝一樣的。然後中餐除了我們的招牌烤鴨，那也用那個燒麥、鮑魚那些都有，還有佛跳牆我們特別去用。那吧台的話，因為桃園，所以我們就請我們的調酒師顧問用一個好淘氣一個名字，它是用楊桃汁加 vodka 去做的。那點心我們也增加4樣的日式甜點，那來給桃園地區。品牌自助吃到飽最受歡迎的就是海鮮，主打高規格冷盤跟冰鎮海味，還提供現點現做的炙燒握壽司跟熟卷。每天引進台東成功漁港直送的現流生魚片，讓喜愛的饕客找兒女幫忙搶訂位置，就是為了這一位。我之前有在台北的那个南港店吃过，我可能觉得餐食都很有水準，然後再一個就是一島台一餐酒這一部分。對，其他的業者比較沒有這樣。沒有，當然是還有它的一些海鮮啦，我是比較重海鮮啦，所以我就覺得它的海鮮的品質都很棒。但是之前的漢來的時候，漢來我有吃過，裡面的蠻寬敞的，對，就蠻寬敞的，就對漢來的時候，對，那。今天就很期待裡面的，對呀，很期待要大吃大喝，因為不容易訂到對呀，真的是不容易朋友都搶不到。店內還規劃中西餐類的熟食區、大人小孩都愛的甜點區以及調酒飲料區。攜手亞洲50大酒吧 TCRC 主理人阿翔推出桃園店限定調酒好淘氣，現場還有 Gelato 冰淇淋跟多款日式和果子，帶給大家全方位的品味旅程。記者伊屯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16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流感、新冠都有疫苗好做，哈。你還講袂聽？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這我攏知啦，但是該做嘛愛做。給來做啦！你這個怎麼對上去啊？對，趕緊別叫 boss。愛有名才有福氣啦。原來是夢，阮查某孫攏講哦，伊家人時陣叫我愛看你去吃紅地蛋。準備好。好，行。所料用心一解解決，給你做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什麼很賺？我外甥凱凱最近一直勸我跟他一起買股票，20%。他可能跟別人買了投資報酬率高的理財產品，報酬率高，風險也會很高哦。我只是想領個錢給我的家人，你有需要問這麼多嗎？即使是家人推薦啊，也要考慮產品適不適合自己。購買理財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資前需了解商品預期風險損失，小心金融剝削。保定準備好亂票大的了嗎？拿到！
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準備好了嗎？115年起，駕照